咁我覺得當時我去到做，我諗亞灣做咗駐場 DJ 2年左右啦。咁我就發覺咗一樣嘢，咦係咪要提升自己咧喺音樂方面？咁啊走咗去學鋼琴啦，同埋學樂理啦。學鋼琴之後咧係好大分別嘅，你會對音樂嘅理解係完全係兩回事嚟。雖然你會覺得鋼琴同 DJ 好似兩樣嘢嚟個，其實係一模一樣嘅嘢嚟嘅，係啦。睇下點樣去轉化去理解嗰樣嘢啫。你話佢有冇道理？一樣有嘅，只不過喺坊間可能啲人會覺得，喂，你彈琴同 DJ 好大分別喎。其實音樂係大同嘅，所有嘢都係一樣，只不過用唔同嘅方式去呈現翻出嚟啫。DJ 可能唔係一個打工者咯，係一個生意人咯。你要去 sell 自己啦，自己一個產品啦，跟住你要宣傳自己啦。咁如果你有自己嘅音樂啦，有 remix 嘅音樂，要宣傳自己嘅音樂啦。咁啊仲要做一啲唔同嘅 social 嘅工作啦，屬於 marketing 嘅工作啦。咁啊都有啲關係咯，兩樣係啦。咁啊主要你又要係揾歌啊，或者做一啲練習啊，上台之前啊做定一啲 DJ 嘅 set 啊，咁啊點樣去配合翻個場需要嘅音樂咯。